继续关心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卡尔对外表示，伊讲目前也是无法度看出讲台海当时的起冲突会静起来，也毋过国际上对中国想要拍台湾的反应，伊认为颠倒会影响中国的决策。 两岸持续对立，国防部11发布查到共机11台军舰4只持续伫台海周围活动，其中2台军机侵入咱西南空域，尤其第9反舰直升机连续3天出现伫东南空域。 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卡尔表示，中共伫台海一直脅迫，不过目前无迹象显示台海会战争。国际对中共武统台湾的反应，会决定中共的决策。 Anybody who pretends they know the date at which China may or may not take action against Taiwan, they don't. They're lying. Nobody knows the date. Xi Jinping doesn't know the date.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that suggests that a conflict across the strait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do think that the PRC is building the capability to make that an option for their leadership toward the end of this decade. 卡尔认为，中共目标和武统变作可能的选项，佮透过障碍美国的作战网络，延误美军反应的时间，趁机会伫台湾插旗。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进行斩首行动，伫台湾建立政权。是我们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个打不下来的意志？就表示说，我们愿意去承担战争的风险。那我们如果说今天就是合同就结束，那对中国来讲，它也不用武统了啊，因为合同就是一个选项了。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台湾愿不愿意像乌克兰一样奋战。美国、澳洲要第2日展开护城军岛联合演习，德国会头一遍参加，不过表示唔是伫向中共发出威胁的信号。Gut, ich denke mal, es geht nicht darum, ein Signal gegen jemanden zu senden. 德国讲，为了避免相关台海冲突，德国的飞机会经民用路线未通过台海。记者综合报道。